二位里邊請。这菜不錯，放這吧。客官這邊請。來。哎，小二，有沒有環境好點的雅間啊？這邊。來，那邊。兄台，拼個桌。不行，那邊不是有地儿吗？你去別的地方吧。二位，您的烤鴨。老大，是你吧？不是我。二位，慢用。你这個黄庭坚的真谛還是我送給你的呢。不過老大確實僥倖，沒有把我給你的扇子拿去當了賣錢。哎。老大！哎呀，主子，不能跳啊，太高了。主子，这怎么办啊？追啊！追啊！传家，送我过河，我給你2兩銀子。好嘞，來，慢點。哎，主子，慢點！哎，船家，我們要上船！哎，主子，注意腳下呀，主子！哎，停下，把船划回來，我們要過河。好啊！哎，不许回去！這擺渡哪有不接客的道理啊？我給你5兩銀子，這船我包了，走。5兩啊！我也有，對，我們有銀子。謝兄台，我就送您1個人，我不管他們了。走，我給你10兩，10兩，10兩。不，兄台，那可是10兩啊，都夠我買一艘好船的了。我給你20兩，30兩。對，給你30兩，40兩。我50兩，50兩，50兩，60兩，100兩。100兩都夠我娶媳婦買地，生2孩子都夠了。老大，怎麼不還價了？我不出價了，因為比錢這世上沒有人比你更多，我肯定輸定了。謝謝兄台啊！主子，他跟你玩狠的。你不是喜歡錢嗎？那我現在就送你去陰曹地府，每年多給你燒些紙錢，怎麼樣啊？主子，他跟咱來土匪這一套，咱有錢，他沒用啊！我1兩都不要，我就送你1個人，我只收你60兩銀子，我只收60兩。我呸！60兩銀子，獅子大開口啊！我身上的錢剛剛都給你了，現在沒錢了，趕緊給我滾！不是，老大，你回來！老大，你回來，咱們有話好好說。龍小弟啊，你不是龍嗎？有本事飛過來找我啊！不是。不客氣，就當我剛剛又免費教了你一堂江湖經驗啊！走了，龍小弟。你笑什麼呀？找船去！哎呦，皇上啊，這兒就這麼一條船，沒船了。你怎麼這麼沒用啊？主子，東邊客棧找遍了，沒有。主子，西邊也找過了，沒有。南邊也沒有。北邊沒有。行了，你們都下去吧，再接着找啊。是。用點心啊。主子，會不會世叔姑娘，她根本就沒在這鎮上休息，連夜就趕路了？不可能，她你還不了解，絕對不會虧待自己的。這倒是啊。不過主子，她是不是因為沒有錢，所以就不敢住在這些酒樓、客棧什麼的？那倒是有可能。索圖，這行走江湖有什麼錢生錢的辦法沒有？在江湖行走，這錢生錢有4個辦法：1偷2搶，3做工，剩下的就是賭博。行了，我知道他在哪兒了。我要他！
你的赌运早就不好了。买定离手吧，买多的得多。老大，今天你啊是赌不了运的。买定离手。你怎么会找到这儿啊？你忘了，上次在山西的时候，你带我来过这种地方，我说过，我有经验。那我今天就让你大开眼界一下。买定离手啊！呀，小，干嘛呀？来，压！爹，你不能再赌了，这钱是给娘买药的。干什么你？爹，把椅子给我，走开吧你！爹，我求你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娘还等着我们呢。滚！赶紧拿钱走命！回去吧，我们。爹，给我滚！哎，滚！兄弟，赌钱输赢不要紧，你还是拿着这个钱救人一命，赶紧去给你娘子买药吧。我赌不赌钱干你屁事儿！爹，我们回去吧，爹。滚！来，买定离手，买定离手。豹子！老大，我就说吧，你的運氣不好啊。我就说我剛才賭的時候，我眼皮子一直在跳。原來是你這個眉星來了。別拉我！我說老大，這賭桌上的贏才是最重要的，你哪能怪這怪那呀？你要是有本事啊，就贏一把給我看。還有沒有老虎不發威，你當我是病貓呢？定離手了啊！快！小，賭大了吧，別一直小。你老大還是我老大？你是老大。小，來，大家都下了啊！我告訴你，要不你就在這規規矩矩的閉上你的嘴，要不你趕緊給我滾，別在這給我丟人現眼。老三，還壓不壓？哎，壓，等，壓。壓有錢呢？沒錢玩什麼呀？沒錢趕緊走啊！沒錢回家，沒錢就走人，快走！沒錢就趕緊走，別人同位置，回去。快走吧！回去吧，爹。我拿我閨女蓮香押50兩，行不行？啊！你居然拿你的親生女兒做賭注，你這個做爹的也太狠心了吧！你又算什麼東西？還管我？你不好，大仔，你不好賭，你來賭啥？讓主子再玩會兒。我算是明白了，這是個掃把星。大爺我沒空陪你玩，別當爺的道。賈老闆，50兩，50兩。這裡沒人把你當皇上，你看，不光我把你當災星，還有別人把你當災星。現在把我當災星，如果一會兒就有人把我當救星。願賭服輸，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大還是小？小。哎，買定離手了。老子通殺！仙毛，這骰子一定有問題。我怎麼沒看出來？我是火眼金睛，你一凡胎肉眼，當然看不出來。快，我們走！站住！哎，站住！賈老闆，咱們可都不是外人。賈老闆，你放了我，放了我閨女。一個月，我肯定把錢還你，翻倍。何三兒，願賭服輸，這可是你自己說的。你的女兒留下來，什麼時候你有錢了，再來贖你的女兒。把她拖出去！賈老闆，我求你，賈老闆，就饒了我這一回吧。我這是開賭場的，不是開善堂的。滾！賈老闆，走，且慢。賈老闆，有何指教啊，這位公子？賈有才，你每次都搖出豹子，這個是怎麼訓練出來的？賭場賭的是手氣，手氣好的時候，一連開幾手豹子是有的；手氣不好的時候，連續輸了10幾20手，也是很正常的。風水輪流轉，輸贏無定數，對不對啊？沒錯，對。好，說的有道理。那你敢不敢跟我賭一把？我這開賭場的，還不敢跟人賭嗎？好啊，就這麼定了。假如你贏了，我給你100兩；如果你輸了，你給我50兩。還有這個小妹妹，
他是另外的50两，怎么样？这可不公平啊！这有什么不公平的？不都是100两吗？他现在是我的人，身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。他现在值100两。刚才50两，现在就100两。你也太会坐地起价了吧！莲香姑娘明明是以50两银子输给你。我们做生意的，自然是要赚钱。你赌还是不赌？我赌。好。走。莲香，别动，打住点。我的赌注在这儿了，你的呢？怎么着？怕我没钱啊？有钱你就拿出来。有钱拿出来呀！拿出来呀！拿出来呀！借我点钱呗。这，没钱，借钱可以，不过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赌完这一局就跟我回去。龙小弟，你这是落井下石啊！那我也是跟老大学。好，如此可笑也，我答應你，給我錢。快點兒！哦。快呀！磨磨唧唧的條，哎呦，100兩！這是我的賭注。100兩，100兩，這麼多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先檢查一下骰子。檢查就檢查，我這兒從來不弄虛作假。還不錯，沒有問題。天靈靈，地靈靈，老天祝我這次一定要贏，一定要贏。啊，這管用嗎？這個？對啊。我壓大，你壓大，那我只能壓小嘍。小，我也壓，買定離手。等一下，在你打開之前呢，我要先求一求神仙。這能有？這可以。老天啊，老天，請保佑我這次一定要贏，請保佑我這次一定要贏。好了，你開吧。不許看。大！哇！他贏了！蓮香，老實點。起來，起來。蓮香，走。你們放開！蓮香，這100兩你先拿着，回去給你娘看病。謝謝。還有你，讓我再看見你賭博的話，小心我宰了你，知道嗎？多謝這位爺，謝謝。蓮香，多謝這位爺，趕緊走吧。謝謝。走。謝謝。你呀，別來了。老大，你這一出英雄救美唱的，這蓮香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樣。這回知道了吧？老大我比你有魅力多了。那是，我們老大的魅力是最大的，小弟我都快被你迷死了。老大，咱們回去吧。慢！哼！哎呦，這老三，竟然敢用水银閃不良幻術，被他們給發現了，我們只能來硬的了。哎呦，杜老千啊！骰子是他給我的，你們找他。來，老大，慢着。龍小弟，我走了，失陪了。這，哎呀！哎，對不起，你沒事吧？沒事吧？哎呦，我就說嘛，小叫花子敢偷我錢是吧？接我去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饒了我吧！我這兄弟們都餓得慌，才萬般無奈做出這種勾當。大哥，我錯了還不行嗎？大哥，你就饒了我吧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大爺，您行好。小五，怎麼了？小我。
我们都是流落在京城附近的灾民，已经好多日子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对呀，是啊，快饿死了，我也没吃饭，好久没吃粮食了，就是饿死了。行吧，你们跟我走吧。大哥，你这还要送我去见官？啊，见官啊！我呀，请你们吃面去，走，走，走了，走，吃面去了。谢谢。慢点，慢点，还有呢，慢点吃啊，不着急啊。大哥哥，你真好。哎，可惜我身上没什么钱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请你们去对面这家酒楼吃饭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姓武，家里排行老六，叫我小武吧。小六也行。小武，我姓易，你以后叫我易大哥就行啊。小武代表兄弟们，多謝易大哥。哎，大家都别客气，从此以后啊，咱们就是兄弟了。快坐，快坐。您慢走，您慢走。好好吃。哎，这位小爷在这儿摆阔呢，请这些叫花子们吃面。你是谁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哎呀，大哥哥，这个老板姓钱，叫富贵，他呀平时最喜欢摆阔气，怎么样？以戏弄穷人为乐。最近啊，城里来了好些灾民，他就做了肉包子施舍，是吗？但是得跪下磕头叫他声爹，叫我一声他才能给一个。前几日他还想戏弄我们，被我们给骂回去了。没想到这不在这儿碰见大哥哥请我们吃面，他心里啊自然看着不舒服。哎呀，这一碗面能顶几个时辰？上我家酒楼，天天有热包子施舍。小五，你知道规矩，叫你们兄弟跪下给我磕个头，叫我声爹啊！钱副官，我们这些叫花子，膝下也是有黄金的，我们宁可沿街乞讨，也不可能跟你下跪。哎呦呵，叫我们这么多人给你做儿子，你也不怕折了寿？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哎哥，我和你也是一见如故，以后啊，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尽管来找我。当然了，咱们以后就是兄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平时啊最看不起那种有几个臭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奸商。你说谁奸商？哎，谁听着耳朵刺耳，谁就是奸商啊！我说你了吗？听着刺耳吗？那你就是奸商呗！哎，大家看啊，他这是不打自招了。你从哪个犄角旮旯里钻出来的？奸商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？你看他那样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这个小弟大人怎么又找来了？你在这儿请全城的叫花子吃面，一下就传开了，我听到就过来。你来也没用，你又不是叫花子，我不会请你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？你惹了祸，我帮你摆平了，你现在过河就拆桥啊？面都不请我吃一碗。没钱啊？没钱怎么请你啊？那我请你吃面总行了吧？行，不过你得到对面的酒楼请我。没问题。当然你不光请我，你得把我这些兄弟都带上。没问题，这么点人还能吃穷？兄弟们，他请咱们吃饭了，走了，走。哎呦呵，还真在爷面前摆起阔来了。你以为这城里就你有钱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把你酒店里好吃好喝的都给我拿出来，让我的兄弟们吃饱喝足，知道吗？好酒好菜倒是有，本酒楼的规矩可不跟外边的小面馆一样，先看一下口袋里的银子够不够，别吃完饭不够付钱的。哎，我说你眼睛是不是瞎了？我小弟这身打扮像是那种吃了饭不给钱的人吗？这可不好说，我们这酒楼開了那麼多年，見的人也多了，這裝模作樣過來騙吃騙喝的，可不是沒有。田老板，你看夠不夠？哎呀，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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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二，來上菜。好嘞，好嘞。田老板，
听说你长期施舍肉包子给穷人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让他们跪下来喊你一声爹。啊，我是生意人，又不是这些穷人的爹娘，我每天给他们包子吃，救他们的性命，难道不是他们的再生爹娘？龙小弟，这种人别跟他讲道理，直接比谁钱多最有效。老大说的对，小老板，哎，那我就跟你比一比谁的钱多。要是你的钱没我多，不管你以后行不行善，若是要行善，就不能提任何条件，也不能以欺负穷人为乐。我不止这一家酒楼，这城里所有的酒楼还有珠宝行都是我们钱家的产业。头头，钱老板，你说京城的珠宝店都是你们家开的，那这帽子上的珠子，你可认得吗？啊，南海夜明珠，只有紫禁城里才有。难不成你们是宫里的？钱老板，你还跟我比钱多吗？小人不敢。钱老板，一个人可以有钱有势，却不能无良无德，更不能无法无天。对，就算你有万贯的家财，也可能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。是。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小人日后日日行善，再不敢欺负穷人了。好，替我老大好好照顾这帮兄弟们，下去吧。是。谢谢你啊，龙小弟，没想到一出来竟遇上这些恼人之事。那现在摆完阔了，等会儿请你的兄弟们吃完饭，可以跟我回去了吧？不行，我還想再玩幾天。小五，来，年票給你。記住大哥跟你說的話，讓兄弟們拿這些錢做些生意，自食其力，別在街上流浪了。多謝易大哥，小五一定不會辜負易大哥的期望的。我相信你。老大，你現在還想去哪兒？能不能帶上我？我想再學習一點江湖經驗。江湖經驗啊，行啊，那我現在就教你一些真正的江湖經驗。小五。來，走，讓開，走開，走開，他。龍小弟，謝謝你的宴請啊！下面呢，讓你見識一下我兄弟的蓮花陣。不是，走遠點，走了，速度。對不住了，兄弟，剛才啊，易大哥悄悄捎話給我說，一定要讓我幫他逃走，免得你們追他回家，讓他去陪伴一個全天下他最討厭的朋友。對不住了，兄弟。秋後，讓開。主子，咱們還是回府吧。啊，在這兒畫的。我看。糖畫。這是糖畫啊。謝謝啊。主子，咱們就這樣遠遠地跟着他，這也不是個辦法啊。隨他，在宮裡憋了那麼久，
好不容易出宮一趟，不玩個盡興啊，他是不會回去的。字画，卖字画喽！山水人物，挑一张你喜欢的。老板，这个我买了。这个像我，这个像龙小弟。不对，龙小弟的眼睛没这么小。再给你捏大点，捏大点就像龙小弟了。嗯。真的假的？我有这么丑吗？你是人是鬼啊你？你怎么老阴魂不散的跟着我呀？你是人我就是人，你是鬼我就是鬼。你忘了，咱们俩结拜的时候可是说好了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猪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